各位亲爱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安息日是伫旧约圣经中间一个真要紧的一个节日，拢是伫这个节日中间，伫旧的犹太宗教有真侪规定，包括真侪物件袂使摸，听讲嘛袂使摸钱。有两个犹太人伫路面伫行，一面行一面互相讨论，其中有一个甲另外一个讲：安息日讲袂使摸钱呢吼，若是你经过一条路的时阵吼，遐有100万伫迄个所在，你会去甲伊摸无？另外迄个人甲伊讲：较细声的啦。第一，今仔毋是安息日；第二，迄100万迄个地仔伫倒位？甲我报一下。安息日是神圣的日，是上帝命令人。你着爱会晓休困，伫休困中间也会晓通敬拜的时间。安息日通讲是一个分别做成的时间，但犹太宗教的律法严格来规定安息日啥物通做，啥物毋通做，也要为着防止一寡犹太人违反安息日的规定，所以有定真侪圣经内面无记。总是伫因的宗教传统中间规定严格的一寡规定，特别是法利赛人对着安息日的规定，佫特别侪、特别严格，因为过头强调即个外在的规律，反倒等互安息日成做一个沉重的精神的负担。这法利赛人因看去耶稣讲道理，真侪人来欢迎。耶稣医病大有气力，总是耶稣的教导，特别是关于安息日的教导，甲因无啥共款，所以因就要来了解到底耶稣对着安息日的态度是啥物货。马可福音书内面，咱对第1章读到这个时阵，咱有看见伊介无记载细节，耶稣甲伊的门徒伫安息日所做的代志，引起伫当初时非常敬虔的法利赛人的注意。总是双方的冲突，也因为安息日的代志愈来愈紧张。第一项就是耶稣伫安息日伫加比农的一个会堂内面讲道了后，伊伫一个互即个邪神附身的人，这是伫安息日因原本的规定袂通做的代志。线接耶稣佫到伫西门彼太的厝，然后伊的丈夫得着病，耶稣也伫迄个安息日的时阵来医治伊。这两项代志是伫马可福音书内面所记载耶稣伫安息日所做的代志，总是因为拄做，所以法利赛人伫迄个时阵无特别来强调这项事。总是第3届耶稣教着伊的门徒，有一届伫安息日经过一个餐园，伫个所在，因为耶稣的核心腹肚枵，着满只的麦穗来食，这个嘛是当初是法利赛人规定袂使做的代志。所以法利赛人伫个所在就开始攻击耶稣甲伊的门徒，甚至因对耶路撒冷的所在派侪人来开始做咱讲了白啊，开始要来收集，开始要来观察耶稣伊所讲的话，甲着伊所做的代志，是毋是有违反因的教义？伫咱今仔所读这段经文中间，也是伫安息日，咱看起这是第4届安息日。耶稣教着遮个法利赛人中间的一个冲突，因为姊妹，咱会记得宗教的时阵是有互相冲突的时阵，就是包括同一个宗教中间有的时阵嘛会发生彼此冲突的情形。但耶稣伫一个安息日中间，到伫一个会堂，伫个所在讲道理，有拄着一个手开去的人，咱的中文圣经是翻做所枯萎的人。敢若亲像一缕花，原本非常盛开，非常的水，总是开始枯萎。咱的手会通做这个代志，总是手破病了后，这个手开始开去，袂通来做代志。根据当初时犹太人所定安息日的规定，安息日毋仅是袂通做代志，若是破病时阵，除非有威胁伫你的性命，非常的紧急，若无你伫安息日，你嘛袂使进行医治的工作。但这个手开去这款的病，通讲是种慢性的病，无算是危急的病，所以也袂通伫安息日的时阵来寻求医治。
医生嘛袂使伫安息日时阵来医治即款的病人。当伫即段经文中间，特别引起思考的一项事，就是当是安怎，即个手亏去的人会伫安息日来到伫会堂，要来寻求耶稣的医治，是毋是伊听起耶稣有医治的权能，有医治的气力，所以伊甘愿冒着违反安息日即款的规定的危险，来敲找耶稣，希望耶稣医治伊。或者，事实上可能有一寡人，特别是一寡法利赛人，使用伊利用安息日来找耶稣来治病，通好互因有机会找到耶稣的把柄来告耶稣。这两种情形拢有可能，总是后一个，迄个可能性搁较大。因为这段经文后壁安尼记，讲济人咧窥探耶稣，因想要看耶稣，即马伫安息日的时阵有咧医治，也是无咧医治。若是有咧医治的时阵，因就会通找到一个把柄，要来控告耶稣。啊，这段经文中间讲济人咧窥探，也是讲窥视，就是等咧看，咧当你伫个时阵做这项代志，因设一个圈套，设了圈套了后来来看，看你是毋是安尼做。你若是安尼做时阵，你就陷落伫伊的圈套内面，然后因就准备要来控告耶稣。我是过讲，这个人因真正关心的，毋是即个手亏去的人，是毋是会通得到医治？因是要看耶稣是毋是会伫违反安息日的规定。对因来讲，律法就是要规范人的行为，特别是要规范人毋通去犯罪来违反这一规定。但因利用安息日的一寡规定，设立一个圈套，要来抓耶稣，要来控告耶稣，要来罗治耶稣的罪名。兄弟姊妹，利用神圣的律法来陷害人，显然这个人伊的心思不正。但耶稣知影因的念头，也正面来接受因的挑战。耶稣先对迄个手亏去的人讲：“来徛伫中央。”等伊徛伫中央了，耶稣问在场所有的人一个问题：呾伫安息日做好代志，也是做歹代志？救人的性命，也是害人的性命？倒一项较是真正符合这个律法？那耶稣问这个问题，是直接切入安息日真正的意义。耶稣毋是否认讲安息日就要有一寡规定，总是耶稣要追问：呾恁设这的规定，是毋是有真正符合伫安息日真正的精神？伫顶两礼拜，咱就讲到安息日有一个意义是关于创造。上帝创造天地万物了后，伊就休困，然后设立安息日。互天地万物，甲伊所创造的人，甲伊所创造万物，伫即个生成的时期内底，会通同齐来享受伊的荣耀，来欣赏伊所创造一切好。那第二个就是救赎的意义。救赎的意义，即个特别关联伫出埃及记，伫申命记第5章12节到13、15节中间，有关系安息日的记载，讲伫即一天恁毋通做工，目的就是要互劳苦的人，身躯有即个做侪代志的人，伫迄一天会通休困。毋也是以色列人通休困。这段经文佮安尼规定，伊讲包括恁的奴仆、奴婢，包括恁的牛，包括恁的驴，包括恁所饲的精生，也是对外面带伫恁中间遮的外邦的人，迄一天拢毋通工作。意思是讲，伫迄一天，互大家拢会通得到教业休困。但即个规定实在是有因历史的背景。以色列人捌伫埃及的所在做奴隶，上帝伸出大权能的手，将因对奴隶的地拯救出来。以色列人伫埃及做奴隶的时阵，差不多无有时间通好休困，毋是过劳死，就是做甲死，因袂通得到休困。也因为因做苦工袂通得到休困，所以因呼叫上帝，呼叫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因祖先的上帝。因嗷叫一声，上帝听去，所以找起摩西来带领因出埃及。我即个讲《申命记》即个关于安息日的规定，是要提醒以色列人，恁着爱会记住，
当恁伫埃及咧做工的时阵，恁袂通得到休困，恁嘛毋知影通好休困，恁袂通得到休困即款的痛苦，恁爱会记住。当恁进入到伫应允地时阵，恁着爱互所有的人，包括奴隶、包括女婢、包括精生、包括动物，拢会通得到适当的休困。当咱考虑到即个历史的元素，咱通知设立即个安息日，伊背后的精神。除了创造的荣耀、欣赏以外，还佫有一个足重要精神，就是听甲怜悯，享受休困对着身体的一个祝福。任何甲安息日相关的规定，若是掠早也是主动，即种听甲怜悯的精神，那呢就无符合伫安息日设立真正的意义。但安息日的设立是要帮助人对身体劳动中间休困。通好顶头得到换心，所以互人有即个机会，将伊一礼拜久中间一段时间分别做成。安息的意思是讲，将即段时间分别做成来归予上帝，互人会通伫即段时间中间，甲上帝相亲近，互人伫休困中间也对上帝得到伊生命的换心。诗人安尼讲：恁着休困，就知我是上帝。恁着休困，就知我是上帝。有时阵咱毋知通休困，咱一直咧做代志，一直咧做代志。咱希望咱加做一寡代志，咱会通加搁再修行。总是圣经毋是安尼教示咱，圣经教示咱着温困做工，总是温困做工了后，着通知休困。恁着休困，就知我是上帝。所以安息日是一个好的日子，善的日子。一方面会通纪念上帝所创造的善，上帝看伊所创造的拢是好的；一方面会通纪念上帝拯救的善，上帝将咱对济劳苦中间拯救出来。所以安息日的目的是要互人会通分享、享受上帝的好、上帝的良善。安息日的规定也应该爱互人得到休困，阮的生命得到换新，通过安尼来得到祝福。安息日无应该成做人的束缚、人的重担，甚至人的伤害。所以安息日应该是一个行好的日子，毋是行歹的日子。安息日应该是一个帮助人的日子，毋是害人的日子。说使若是通过安息日的规定，禁止人去行好事，处罚人去行好事，限制人去行好事，那呢，这个安息日的规定反倒当成做一个歹、毋对的一个规定。但耶稣质问在场的人，是要显露因的内心到底什么款的尊严，以及因对着安息日真正的了解是什么货。可惜，这个人对着耶稣的问题，因点无出声。根据马太福音书的记载，耶稣除了问这句话以外，伫马太福音书的记载，伊佫讲耶稣追问因另外一个问题。耶稣讲：恁中间什么人有一只羊？伫安息日的时阵，跋落去坑里，恁无将伊捡起来。南比羊河顶的贵重，法利赛人规定，你若有一只羊，啊，伫安息日时跋落去一坑内底，你会通甲伊救起来。总是却规定一个人若有破病，你袂通医治伊。这款的规定，敢毋是扭曲安息日的精神吗？互安息日变做是冷漠无情、死死板板。无有变通的一个宗教条文，但这个人的反应引起耶稣的生气。圣经安尼讲，耶稣怒目，就是讲伊目睭充满了愤怒，充满了生气，一个一个来看因。啊，耶稣的目睭愤怒，总是伊的心是忧伤。伫这段中间经文中间，咱看到两种无同款的眼神。相时形成强烈的对比，一个是这个法利赛人，因咧窥探耶稣的眼神，因偷偷咧看，因存着歹意，因存着要控告耶稣这款的歹意，要掠人的把柄这款的歹意，伫遐咧看，伫遐咧当，你若违反这个，我就要甲你告，我就要掠你。那是另外一种的眼神，是耶稣愤怒的眼神。耶稣用愤怒的眼神看到遐个想要陷害别人、
甚至利用安息日的规定要陷害人，才会人。耶稣的眼前一方面充满了公义的愤怒，总是伊的内心实在是忧伤。忧伤遮的人心哪遮灵硬？他遮的人点点无出声，代表讲因无动于衷。对着耶稣所问的问题，因无要作答，因已经断定一项事，耶稣违反安息日的规定，就爱办伊。因对着活伫苦难中间的人，无有怜悯的心。因明明知因做唔到代志，总是因犹原继续要用这宗教的规定，要互人伫这个所在陷伫罪。张卫斯理对着这段经文的注解，值得咱来学习。伊安尼讲，耶稣对着罪充满了愤怒，总是耶稣常时为着罪人感觉忧伤。耶稣用愤怒眼光来看这项代志，总是伊用悲伤甲着怜悯的心来看遐个人。圣经甲咱讲，上帝厌恶罪，总是上帝怜悯罪人，上帝要拯救罪人。有时阵，咱做者冲突，是咱无将这两项甲伊分做伙，甲伊揽做伙，无甲伊分开。咱讨厌一寡人做一寡代志，咱讨厌遮个代志，上是咱也讨厌遮个人。有时阵，咱就爱分得清楚，咱可能无爱伊所做遮个代志，但是咱对着遮个人，犹原应该有怜悯。但有一寡人认为耶稣这个时阵受气，这种受气的情绪，只不过是耶稣是一个人，伊人性的部分，这无牵涉到伊的生性。特别伫当初时，希腊哲学非常盛行的时代，希腊哲学家有一派叫做斯多亚学派 （Stoicism）， 因咧讲一个人介悬道德的境界，亲像圣人一般的境界，就是叫做阿帕忒伊亚。意思是讲无动心、无动情，对着任何发生的代志，无有任何喜怒哀乐，伊拢不动心、不动情。这种不动心、不动情，这是根据亚里士多德对着上帝的描写。伊讲上帝是一个完美，上帝当推动万物，总是上帝无受任何一个物来影响，所以上帝对世间所发生任何一样代志不动心，未受到外在者的影响。所以所写因根据这个，认为讲一个人。伊若法度不动情、不动心，任何代志发生的时阵，拢无动于衷的时阵，那安尼因愈接近这个神性。这是对希腊的哲学对着上帝的一个解说。就是圣经通过旧约到着新约，特别甲咱讲，咱所相信的上帝是会动心的，咱所相信的上帝是有感情的。咱所相信的上帝，对着家己的百姓犯罪无忠实背逆、拜偶像，是会忧伤、会受气，甚至会非常的痛苦。上帝也为着人对着伊的忠实、欢喜侍奉、欢喜谦卑、欢喜顺服，来感觉到欢喜。上帝因为有这款的动心，因为对咱有这款的互动。所以你伫伊面前唱歌，你伫伊面前跳舞，你伫伊面前谦卑认罪，较有意义。若是上帝完全无动心、无动情，你何必伫伊面前来忏悔？你搁流偌济目屎，袂影响到伊；你搁唱偌济歌，你袂互伊得到欢喜。圣经所描写这位上帝，毋是即款无动心、无动情的上帝。圣经甲咱讲，上帝充满对着咱人的感情，上帝为着咱忧伤。上帝为着咱欢喜，上帝用疼甲怜悯来款待咱。但耶稣即时的愤怒甲悲伤，实在是出自伊的心性，毋也是伊的人性。伊的人性中间有受气，有欢喜，这是必然。总是上帝的心性中间，犹原有伊的欢喜，也有伊的忧伤。上帝对着罪有忧伤，上帝对着罪有受气。换一句话讲，毋是所有的受气拢是错误，有一寡受气是出自公义，公义的愤怒。耶稣的愤怒是种公义的愤怒。
福音书互咱看见，咱所敬拜这位主，伊有充满了各种无共款遮的感情。耶稣会为着人无信伊，感觉非常的稀奇；耶稣会为着一寡外邦人竟然有遮尔大的信心，感觉非常的稀奇。耶稣会为着一寡人伫圣殿中间伫遐做买卖，将这个圣殿当作是残缺。耶稣非常的受气，去边仔伫这个所在将因拢来赶走。耶稣看起耶路撒冷迄个所在，人竟然犹原背叛上帝，伊心内忧伤。耶稣的忧伤，耶稣的欢喜，耶稣看到纳撒罗死，伊的姐姐马大马利亚伫迄个所在流目屎的时阵，圣经甲咱讲，耶稣哭，耶稣流目屎。一个无有动心、袂当动心、袂当动情的上帝，较会通流目屎。总是当耶稣流目屎的时阵，是显明伊心性的痛。这个感情也是耶稣人性的表达，这个感情是上帝通过耶稣所表明一种深深的感情。那随望耶稣伫受气中间，总是伊的心犹原怜悯迄个手开去的人，伊命令伊伸你的手出来。当伊伸手出来时阵，伊得到复原，伊得到医治。这个医治毋但是显明耶稣真实有怜悯，也显明伊有对上帝来的关联。耶稣用这款具体的行动来表明安息日的设立，毋是要互人活伫坐坐才会宗教的禁忌。安息日的设立是要互人亚神的身躯、拍拼劳力的身躯会通得到休困，失丧的心灵会通得到找回。亚神的性命会通得到换新，破碎的性命会通得到弥补。这是耶稣对着安息日的一个要紧的态度。所以耶稣讲了非常的清楚，安息日是为着人来设立，人毋是为着安息日来设立。耶稣伊伫无违反安息日的规定，伊是为了解说，详细来显明安息日真正的真神。安息日为着人的需要来设立，人需要休困，人需要伫坐坐着磨拍拼劳力的时阵，会通得到休困。上帝救赎的恩典盘过所有律法的规定，耶稣基督福音带来恩典，毋是人去遵守这死板的宗教的规条甲宗教的仪式，是要带予人真实心灵的自由、身躯的休困甲医治。啊！你姊妹，咱来记起耶稣所讲迄句要紧的话：，恁着认捌真理，真理要互恁得到自由。当咱做一个信徒，咱嘛是算宗教人。咱是毋是有诶时阵，咱会亲像即群的法利赛人共款？咱掠着一寡法规，咱掠一寡外在仪式甲规定，然后咱袂记起上帝搁较要紧的听甲怜悯。咱是毋是过头重视这外在的宗教仪式？反倒当失去迄个宗教内底介重要的精神公义甲听。但这法利赛人受了耶稣即逼，因也是无感觉见笑，因反倒愈硬心。圣经安尼讲，因随时出去即个会堂，然后找一寡发希律党的人，然后彼此商量，要安怎进一步来对付耶稣。法利赛人是当初是犹太人中间一个宗教要紧的一个团体，希律党人是当初是伫政治拥有这个政权这个群体，原本双方是互相看不起对方，原本是彼此袂合作，总是很主时，因要对付耶稣，因是同齐合手来对付耶稣。咱毋通袂记这耶稣是伫政治甲宗教的力量中间来定势。但伫这段经文中间的线接，咱看见耶稣就退到伫加利利海的所在，因为这个人的态度，和耶稣退去到伫加利利海的所在。就是耶稣希望退到伫加利利海，咱看见足侪的群众对着耶稣所传上帝国福音，犹原有非常这个热烈的一款的反应。安尼讲，有侪人对伫耶路撒冷，对伫犹太。对伫以东，对伫约旦河外，对伫推罗，对伫西顿，对伫以托麦等等的所在，因为听起耶稣的故事，因就来到伫迄个所在加利利海的海边来找耶稣。当因来的时阵，因带着因破病痛苦的亲人，
因来到伫耶稣的面前，希望通得到耶稣的医治甲拯救。当这个人来向耶稣行去的时阵，耶稣无因为这个人多来感觉亚神，也是感觉困扰，反倒当伊的心充满了怜悯。为着要更较有效来服侍这个群众，耶稣吩咐门徒准备一只船。耶稣原本介起头是到伫会堂第一个所在讲道，总是伫会堂受到这个对待了后，伊到伫山间的所在，到伫海边的所在，有缘传主的福音。伊伫船顶来对群众讲道，一方面来撇开人群坐坐摇摇客客，另外一方面也会通更较清楚来传讲上帝的信息。耶稣对着人的怜悯是无有条件，伊毋是根据人的背景、身份来决定是毋是要接纳因。咱看去这段经文中间讲，这个人来接近耶稣的时阵，耶稣用无数的甜甲怜悯来接纳因。这是上帝国的精神。上帝国的精神是疼、怜悯甲接纳。这群众和耶稣的教导听起上帝国的消息。伊便会大快乐甲赶鬼的关联所吸引，总是伫遮济耶稣的代志中间，咱看起即群的群众，因搁较在意的是病有得到医治无？迄个鬼有受赶出去无？有看到神力甲奇事无？就是对着耶稣所传上帝国福音，因无遮尔在意，无认真去想，无认真去了解，因对着耶稣是毋是基督？是毋是上帝的囝？即种真实的身份，因嘛无真认真想要去了解。因所期待的，就是我现主时，我若有病，我是毋是会通得到医治？我若有欠缺，我是毋是会通得到补助？若是对伫上帝国是虾米货？对伫耶稣的身份到底是虾米货？因无遐尼知。然后伫耶稣医治的过程中间，这段经文佫甲咱讲，有一寡邪神。因却比这群众更较认捌耶稣，因知耶稣的神性。当因看见耶稣的时阵，就趴伫耶稣的面前，大声喊话讲：“你是上帝的囝。”这邪神希望知耶稣的身份，总是因对着耶稣的认捌，毋是因为因敬畏上帝，是因惊上帝，毋是出于疼上帝，是出于怨恨上帝。所以这邪神鬼魔希望知耶稣的关联。知影耶稣有权通支配因，总是因对耶稣的反应，毋是顺服，也毋是敬拜，因是倒闪甲着抵抗。所以虽望因为认捌耶稣是上帝的囝，总是即款的认捌，却袂通带来互因救赎，反倒当互因惊吓，因为会带来因毁灭。雅各书第2章19节讲：你相信有上帝，你信了无毋对，连邪神鬼魔嘛信。总是信了非常的惊吓。耶稣禁止这个邪神鬼魔讲出伊的身份，因为伊无希望上过早，互人认捌伊的身份，也无希望伊传福音，伊的身份是通过这个邪神来认捌伊。耶稣无需要这个邪神来宣扬伊，因为咱知魔鬼的意思就是欺骗者，伊会甲你讲3分真的物件，总是掺7分假的物件。耶稣无爱有这邪神用虚假来混淆真理。但耶稣对着家己真正的身份，什么时阵来宣告，伊非常的细腻。耶稣知影家己来到这个世间，所要紧的是完成上帝交代伊拯救的计划。这个计划时间甲方式是照上帝的旨意来成就。所以耶稣无爱通过因为群众有压力，也是通过这邪神来宣扬。来干扰伊所要进行伊拯救的行动，伊无要受外在力量的影响，伊要顺服伫天父上帝对着伊的安排。弟兄姊妹，通过今仔咱所读这段经文，咱通看去耶稣彰显伊的怜悯甲疼，伊的福音超越伫济济这律法条文之上，对着生命苦难者，伊显明伊的怜悯。也通过显明一种的关联来显明伊神圣的身份。咱每一个人拢有无同款的处境，伫无同款的处境中间，咱对着上帝伫耶稣基督所显明的身份，甲着伊所讲所做的代志，检采嘛有无同款的反应。有人检采的亲像和邪神附身的人同款，希望知耶稣的身份，
总是伊心内犹原是出伫惊吓，犹原是出伫背逆，所以因袂通因为因知耶稣的成分来得到拯救，反倒等是离开耶稣愈远。另外一寡人可能亲像这群众同款，因为将因的需要带着因的需要，带着因的渴慕来将近耶稣，总是因的心灵敢若渴慕上帝对着因的身躯的拯救，对着因的需要的满足，总是对着上帝国的真理。对着耶稣真实的身份，因无遮尔趣味，因无想要认真去了解。若是门徒教着一般的群众就无共款。这门徒希望这个时阵犹原无完全了解耶稣，总是因无放弃跟对耶稣。因将耶稣所讲的话，将耶稣所做的代志，放伫因的心内，反复伫迄个所在咧思考，也通过这款的反复思考，继续跟对。因愈来愈有信心，愈来愈顺服耶稣，因也愈来愈明白耶稣的身份，知伊真是基督，伊是生命主。因也通过耶稣济济所讲的话、所做的代志，愈来愈清楚，也看到耶稣愤怒、甲着忧伤的眼神，所彰显出来人主甲着神主的心性。伫耶稣愤怒的眼神中间，因看到上帝的公义；伫耶稣忧伤的眼神中间，因体会到上帝的疼甲怜悯。亲爱兄弟姊妹，那你呢？伫今仔日你搁一摆读这段经文的时阵，你是毋是有看到耶稣受气，总是忧伤的眼神？你是毋是感受到耶稣受气、佮忧伤的眼神在看你？才能当心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你为着人来设立安息日，互阮会通将这个时间分别做成。安息伫你创造荣耀，甲伫你救赎的听内面。爸上帝，你讲，恁着休困，着知我是上帝。是啦，着你着帮助阮。会通伫你创造的荣耀，甲你救赎的问题中间，通得到安息，也伫这个分别做成的时间内面，来三思、来纪念、来认捌你。当有人利用安息日的规定来做陷阱，来陷害阮的主耶稣基督的时阵，阮的主耶稣基督用愤怒佮忧伤的眼神来看因，爸，阮的上帝，当阮犯罪背逆的时，你是毋是也用愤怒佮忧伤的眼神在看阮？求你着帮助阮，互阮知你的公义，也知你的怜悯，通好阮毋是继续硬心离你远远，是用谦卑佮痛悔心来将近你。主你讲，谦卑痛悔心，上帝无看见伊。愿你帮助阮，看到你的公义。也看到你的怜悯，我们感谢祈祷，靠耶稣基督的性命。
主啊，求你甲我做一个心，互我爱，你有我心中一个心，有通去散我，互我离开你，我对我想回你的心事。世界。